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台湾人是都足够讲道具。食新娘茶的时阵讲茶盘金金，茶后深深，新郎新娘无烧金。这杯甜茶我唔啉。暗暝讲食新娘茶，敢若讲男女表达感情小八卦，道具就真艺术。国情今日扣骨落拍，拢已经流传100多年啊。见面头一拍，咱来听，来讲一个15月娘圆淋淋，照去溪边映落尘，久久无看娘仔面，见看一娘定陪亲。对啦，15月娘圆淋淋，这就是干那为着见景伤情啦，为着要斗后壁迄两句啦。讲足久无看到你啊啦，看到这个景，看到月娘笑到溪边，我嘛心内想着。自然产生的，迄头尾互相无牵连、无相应用的，我就是直接想着讲，足久无看你的面，见看一娘定陪亲。定陪现代人讲的加陪，安尼手骨甲所有的人牵连，情话讲袂尽，四句人真艺术吼。过来第二拍，完啊见景伤情，咱来讲地下透风起土粉，天顶落雨起风云，甲嫂挂掉心肝闷，买饭袂食。暗未吞，共款都有迄个景看到，才有法度伤情。看到地下透风，看到天顶落雨，我心内所想的是对你的感情，甲嫂挂掉。我为你操心背腹，为你已经未食未困，规个心肝为着你黑掉咧。挂掉这两字，即马原来汉地人讲啊，就是为你病相思，规个心肝拢为着你满条条，买饭未食，暗未吞。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？我对你遮尔啊真情。过来讲北部的四句联讲光景真好，梁山寺艋舺出乡莲花池，并无一定做为记，用喙上好无了事。是啦，你甲我讲甲挂长挂刀，你敢有真心？你敢真正甲我破心肝，要甲我交往？若甲有影者，咱较早咧听台湾歌安平对象曲，敢毋是讲？放阮私生离，只有金10厘，互阮母亲做为记。你爱留一个性病呢？看你要留一条手巾啊，还是拍一个手环互我？咱现代人咧讲的，讲话说定情之物就对啊。较早讲并无一定做为记，用喙上好无了事，就是一项啊，互我做纪念。咱毋才永远会记的，咱两个过去是偌尔啊汤甘蜜甜啦。